喺國際邁阿密隊友迪保羅有如私人保鏢式嘅護送之下，美斯同阿根廷喺美國阿拉巴馬州最後備戰。小球迷話：對唔住啊，媽媽連訓練營都唔去都要睇美斯。唔好心急，今次球王會落場嘅，先做後備啫。第一個機會嚟自深藍衫冰島阿拔高文神半傳半射，艾拿神趕到撞高。阿根廷今場派出大批副選，38歲奧達文迪頂橫，祖利安奴斯蒙尼跌低咗都要伸腳踢。禁區外嘅巴高見隊友咁論盡，唔好咁啦你哋，我想踢波啊！8分鐘拉彈地波入開紀錄。呢個效力法甲斯特拉斯堡嘅左腳球員可以踢閘，亦都可以踢翼，4度為國上陣入第2球。完半場前佢送斜線高波，力高柏斯狂抽過唔到奧拿神。領先1球嘅阿根廷換邊後換咗9個人，包括橫傳嘅拿奧達路馬天尼斯同埋射中柱嘅麥卡里士打。70分鐘千呼萬喚始出來，因為肌肉疲勞養傷半個月嘅美斯第199次為國披甲，落場第一腳就顯示英雄本色，直線溶解冰島防線。拿奧達路馬天尼斯俾奧拿神撞跌，球證判12碼。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阿根廷分組賽第一場對冰島，美斯12碼宴客累球隊和波。8年後已經係世界盃贏家，射高波攻入國家隊第117球。阿根廷72分鐘擴大比數，加埋完場前3分鐘艾馬達錦上添花，阿根廷淨勝3-0，自舊年10月起有賽6連勝。佢哋喺世界盃 J 組首戰鬥阿爾及利亞。